我哋好明白大家心中嘅困擾，但係咧，大家要明白咧，病因嘅診斷咧係重要過去揾咩治療方法適合自己。我哋下邊咧有幾個真實個案啦，佢哋都係膝頭哥痛，但係咧佢哋嘅病因咧係唔同嘅。右足弓錯位較嚴重，導致右腳力線傾斜，引致右膝痛；頭部黏連組織拉扯，使頭骨旋扭錯位，指旋扭力沿脊椎向下，使盤骨旋扭錯位，引致膝痛；腹部手術疤痕拉扯盤骨，使盤骨旋扭錯位，引致腳痛；右手手踭骨折，手術疤痕拉扯頸椎，產生旋扭力，沿脊椎傳到盤骨，使盤骨旋扭錯位，引致膝痛。如果你嘅病因診斷係錯誤嘅話咧，任何嘅治療方法咧都係無效嘅。道理咧就係好似我用手拉住我頭髮，痛嘅地方咧係一個結果，咁個因咧就係我隻手，診斷呢一隻手拉扯嘅位置係一邊咧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病因診斷啦。所以咧，我哋醫藝館建議大家喺着重治療方法之外咧，更應該要着重翻病因嘅診斷。人體係一個整體，我哋主張檢查全身，去揾出真正嘅病因，喺咁嘅基礎之上咧，去提供合適嘅治療方案，去幫助大家消除真正嘅病因。